家庭的估计听居住别个里啊，可上是嘛呢，许不能行，他们是些为呢，也就嘛，假如给些路，听这个车里给要嘛嘞，这里做，跟对面那么做，大些当那，假如在这日冷里啊，他那路休息那头边呢，我们做什？俺娘也多把这嘛不是写给爹爹边呢，全大面把这最吵了的是也上去，没事也写啊。主要的还是需要去我没有做任何，这次没有讲法开始的准备，但是各位看过。各个火星人通过登记我在这个期间为大家开启这个课程。麦基一起动，麦基。所以呢，我就在想，在这次课程要讲什么呢？最后决定在这里为大家，讲一下传承祖师的一些教言。最终决定，讲这个，第8是噶玛巴密揭多揭的这个，千阶教言，也就是千阶引导文。我想的话，可能和这里的很多的僧众没有听说过这个千阶引导文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一个是第8是噶玛巴的千句引导文。在这部引导文之中有很多的几乎有100个不同的这个引导文，所以说就有这个，所以才叫它这个千阶引导文。在这里面分别有菩提心和出离心的这些教授，以及噶当派的许多引导教言。在我们无比冈波巴的这个传承之中，是这个大手印和大圆满的圆满结合的这个教法之中，最主要的也是噶当派的这个传承修持。像以前我以前也想过要去听闻一些噶当派的一些引导文，自己也希望可以得到这噶当派的这些引导文的口传，也希望可以传授给大家，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总之这次为大家讲解这个千阶这个引导文是在这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缘起。首先在还没有传授这个千阶引导文的时候，我会先讲解一下这个千阶引导文的这个传承祖师。首先是从第8是噶玛巴密揭多揭传给第5是夏玛巴昆丘旺波，第5是夏玛巴昆丘旺波传给第9是汪居多揭，第9是噶玛巴汪居多揭，然后他传给七国龙日尼玛，在大司徒
在他的自传之中，也有讲解这个传承的上师，在密揭多阶以上的这个传承之中，不太确定，在包朱拉称哇之中，密揭多阶以上的这个传承祖师，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记载，因为有很多各种的这个传承，所以说没有确定的一个传承祖师是在昆钦登比尼歇，传给苏曼的中巴，第一是苏曼中巴仁波切，伽玛珠觉登比尼玛传给伽玛珠觉登比南家传给登比尼歇，夏玛曲居文须传给七国日基尼玛，他传给日觉登比尼玛。他传给大师徒根基登比尼歇，然后大师徒传给第13世伦多多杰，13世传给大师徒，然后传给伽玛天丘林巴，然后传给蒋公康主罗珠他耶，然后蒋公康主传给第15世卡乔多杰，然后依次传给第16世大宝法王。第16世大宝法王伽玛巴传给第12世大师徒白马对接，然后我是从大师徒仁波切那里得到的这个传承。因此呢，这以上就是这个传承祖师的一个介绍。它有一个非常厚的一本经函。没有1000页，至少有500-600页吧。虽然不可能完全都讲释，但是，如果说仅是以口传的方式就这样念下去的话，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希望可以慢慢的边讲解边口传，然后让大家从中有所领悟。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这样闻思修持的人，总是会朝外的去寻找一些教法，特别是在辩经之中，就像说谁谁谁是无常的，或者说声音是无常的。并不是说要把一切放在外在的声音这个物质之上，而是要反观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内心上去寻找这个无常或者它之上的空性。有句佛经这样讲过，不管你求到什么样的教法，都要结合自己的秩序，都要成为对治自己吉祥序的一个方法，这才是佛法的精髓。总之说呢，要断除损害他人的这个利益他人，这才是佛法的精髓。有时候我们在辩经的时候，总是想着要给对方一个颜色的看，总是想着要给对方一个颜色看，不落实到自己的心绪上，把这个辩经总是看着和别人辩论，而没把它看成一个对自己自信的羞耻。以这种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错误。虽然我自己不太懂得该怎样去修持，但是我觉得佛法是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性来对治一切烦恼，才称得上是佛法。所以这些对治法呢，一定要是自己去这样修持去改造，而并非说用佛法它会自动的让你断除这些痛苦，断除这些恶念。总之，我现在先从这里口传为大家传授。
在发心和皈依和发心之中，我就不在这里再为大家讲了，因为在这本经书之中就已经讲了，然后边口传，大家边思维。我自己对这个前进引导文是非常的喜欢。我总是平常我总是在翻阅这本经书，在藏地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翻阅。到印度的以后，像我们的总管，我平常也跟他们我平常都跟他们。平常都在念诵这个经文的时候，两个总管，因为他们年纪非常大，所以他们看到我念这么厚的一本经书就会睡觉，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去吵醒他们。总之呢，我在这只要一有空闲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听音乐，还有散心。像我这样的话，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去看这个千阶这个引导文。但是有时候我读这个千阶引导文的时候，接下来是这个千阶引导文的口传。刚刚念诵的这些就是这个千阶引导文，它的次第没有一个次第，但是还是从转心思维的方式慢慢的一直到入道的这个修持。总之是为了是修持的一种次第。最初是观修无常的引导文。首先他是祈请这个桑杰涅巴仁波切首先是穷这次的这个人生有很多的委员障碍我们修持。这些障碍就像是腐烂的肉上的这个蛀虫，障碍着我们的修持。就像腐烂的肉上的这个蛀虫，这些蛀虫虽然是非常的微小的、微弱的，想现在这个虽然我们
我们虽然有一个剧组一个人像，但是仅是有一个人像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有的人是在母胎之中就死亡，有的人是刚生下来就已经死去，就算没有死亡，但是就像是动物披着人皮一样，对于取舍之道非常的迷惑，就像动物一样，没有去善用人类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智力，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这个人的思维。就算有一些善恶取舍的思维，心理思维之中有一些要断除这个恶念，要修这个善法。虽然有这样的思维，但是有时候也会有魔障疾病也作为障碍，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修持。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因为一些时间的这些放逸而耽搁了修法的时间。就像是国外的这些学佛弟子，虽然有想要修法的心，想要修法的愿望，但是他们却没有时间，因为有很多人来到我这边来讲说他们没有修法的时间。身体得了疾病，心里面又被烦恼痛苦所蒙蔽，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中，就不会有刹那也没有升起一点的善心。以这种说，因为这样我们一直都迷惑在这个时间。像我们的这个人生，人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就像是一个把外面的一个皮囊包裹的这个人的身体，是所有魔鬼或者动物的警示的魔鬼和动物这些的一个食物。但我们不知道是我们什么时候会遭到鬼神的障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痛苦所缠绕。像现今也有很多的这个车或摩托车因为车祸也会死很多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亡，就算现在虽然还活着，但过几分钟又会死去，所以这些死期是非常不确定的。比方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吃食物，只要我们看到的都会去吃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能吃，哪些食物之中有毒，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再加上我们现在很难吃到自然的这些饮食，天然的饮食，每一个食物之中都有很多的化学物质，因为这些化学物质，所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在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以他们所说的这些化学物质对身体有害的话，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很难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有益的这种一个食物。很难吃到一个天然的食物，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食物。有时候因为我们吃的太饱，也会生起疾病。总之，就像这些蜜蜂，它们在寻找它们的食物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人又会把它们拍死，有时候又碰到鸟也会把它们吃掉。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为了自己衣食，也跟这些蜜蜂一样，有很多的困苦。现在我们非常珍爱的这个身体，像我们每天都只要洗多少次脸，擦多少个护肤霜这些，但是有一天我们总会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究竟会被扔到哪里。就像这种牦牛，死后它的皮被这样剥开，然后被鸟兽之类吃，谁也不会去管它的身体。血肉之躯都会被分离，也不知道会被扔到哪里。以上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引导文，然后是第二个引导文。在这一生之中获得双玉的金刚持的果位的话，他一定要需要的是4种要法。第一是要舍弃今生，第二是要如法的医治一位上师，第三要如理的修持上师所传授的这个教法。第四，所修的这个佛法也并非说一两天，一直到一生，直到自己获得菩提，这样你才会有希望获得佛果。有时候我们总是很安心的去想，我们都是修持密法的人，我们都是密法修持者，以为自己是可以一生一世获得解脱，以为自己
因为进入了这个密城就可以有所成就，但是我觉得一生一世获得成就并非这么简单。这并不是说我成过佛，所以说这个并非易事。但是我在看着这个祖师的这个传记之中，我觉得一生一世成就并非很容易的事情。比方说噶举传承祖师之中，那帝洛巴和那洛巴、马尔巴大师、米拉什巴大师、冈沃巴大师，他们为了得到这个成就，他们是怎样的艰辛的，怎样的去苦修的。如果看他们的传记的话，我们以为以这种方式去修持，以这种就满足的这种修持方式去修持密乘的话，我觉得很不对劲了。比方说，米拉日巴尊者，就像大家众所周知的米拉日巴大师，他最初杀害了35个人。然后他虽然米拉什巴大师就想，如果他今生如果不成就的话，那么下一世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杀掉35个人的这个罪业而堕入恶趣。所以说他一定不管怎么样，他就在想，我一定要成就，一定要在今生成就，因为这种的坚定信念，所以他前往马尔巴的近前，祈请就去寻找马尔巴赐予自己一生成就的这个教言，所以他也依靠马尔巴大师所传的教诀口诀，然后精进的修持，因为他要一生一世获得寄生获得成就，然后马尔巴大师又有这个寄生成就的法门，所以他要获得这个寄生成就的法门，不管马尔巴大师怎么说，他都会去做，为了得到这个法门。所以说呢，就算是弟子，他也一定要对上师有100%的信心，像上师，对弟子也有100%的。上师也要好好的观察上师，100%的了解弟子的根器。这样的话，就上师可以直接按照弟子的根器传授佛法，而并非像试验一样，以这种方式去做，别人会怎么做？别人会怎么想呢？我这样做的话，对自己会有什么利益呢？以这种方式去修，他的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此，要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获得这个寄生成就的双运果位。像我们问我们一样的话，我们肯定会回答，我一定要今生寄生一定要成就，但是就算今生不成就，也没有什么大碍。下一辈子我们再慢慢的去，慢慢的再成就，慢慢的再去修。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无所谓的，就像成佛也可以，不成佛也可以，只要今生幸福，吃得好，穿得好。只要自己今生快乐的话，就是成佛，就算今生不能成佛，也没有什么关系。把成佛跟自己当成是两码的事。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态的去修法的话，那我们会不会获得此生呢？这是有可而知的。所以，对于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的这个弟子。会有像国王这样有权威的人，
会有比方说像国王。像国王和大臣，他们总是操劳于国事。像宫中的这些皇后，这些他们总是会贪执着这些服饰和装饰品。所以他们就是一直都就这样忙碌碌的，为了今生的事。像在家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口食而去修持，为了今生的一些生活资源而做贪执。像出家人他又会贪执着这种供养。像住在山间的这些修持者也会想着，我已经在山间住了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不知道我的名声是不是已经传到了世间呢？如果有人对他说，你的名声不怎么好，他就会想，好可怜，这些人连我的名声都不知道。总之，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贪执于今生。虽然说今生一定需要，没有今生的话就很难成就来世，但是总是以贪执今生的名声、地位、福泽视为最重要的，把修法当成是次要的话，以这种方式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学佛者最要把修法排在首位，其他的生活资具和其他都要放在第二位，这才是一个修法者，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主要的事情放在第二位，而去做一些次要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每天都诵经，每天都看经书，每天都辩经，晚上就不会有很多的梦境。但是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事件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晚上有时候就会做很多有关今生事情的这些的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平日里总是把事件的这些法排在第一位去做，然后到晚上梦境之中也同样的出现这种事件的这种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据说是信息的时代，像我们会得到从四面八方得到很多的讯息，比方说一个新的手机，它有什么什么功能，它是什么什么的形状，它有什么什么颜色，我们就会觉得这很好。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之中看见很多人穿戴非常酷的衣服，穿着非常好的衣服，然后骑在摩托上飞奔而驰。最初我们看着觉得很奇怪，但是慢慢的接下去看的话，自己也想去也想骑这个摩托车，我也想穿得很酷的衣服，穿上一个裤子，我忘了这个裤子叫什么，然后我也要穿上这种衣服，然后骑上这个很酷的摩托车。所以这些电视中的广告做广告的这些人，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贪欲，所以他们为了勾起我们这些贪欲，所以做出很多的勾起我们贪欲的这种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在欺骗着我们。最初我们看的时候，虽然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慢慢私下里，慢慢的，它就勾住了我们的心态。所以这就证明我们就有对世间的这个贪执。就是说，就像佛陀来给你说，你也很难调伏自心。就像辩经的僧人，不管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将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作为所缘，才去修持这个佛法。像这种的人，我会随喜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就算对经典有一些了悟，但是就像气球一样被傲慢所充满。像这种出家人的话，我不赞叹他们，也不随喜他们。像如何舍弃今生呢？像现今住在寺院的格西，像曼森巴的上师这样讲，今生虽然也得到一个出家人的名字，但是却对世间的一切贪执着。像贪执世间的这个世间八法以及衣食，对部落的分别，对宗派的分别。这种修持者充满着很多的错误，比方说世间八风之中的赞扬他的话，他非常的欢喜。如果说你有一个可赞扬的功德的话，因为你不需要去欢喜，因为这个功德你本身就具足。如果你具足功德的话，别人赞扬你的话，这没有什么可欢喜的，因为这个功德你本来就具足，你还欢喜什么？如果你不具足功德，别人赞扬你的话，那有什么欢喜呢？就算别人赞扬你，你也不具任何的功德。就算今天有很多人赞扬你，但是到明后天要该你讲法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讲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
比方说被别人嘲讽的时候，自己又会不欢喜。如果你没有任何可被嘲讽的过失的话，就算别人嘲讽你，你也不会记住这些过失。别人赞扬你的时候你欢喜，别人嘲讽你的时候你就会伤心，这只是因为你的心胸太狭窄。就算别人怎么看待你，怎样看你有具足功德，看你具足过失，不管怎样，别人会对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就算释迦牟尼佛，他功德圆满，但是也有人会看。也有人会觉得释迦牟尼佛具足过失，所以不管做什么都要不令自己就算别人是怎样的赞颂你，只要自己不给自己丢脸，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手持的心思。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财务的话，就会觉得，只要我们不饿不冷，这就已经是衣食的这个用处已经达到了，所以我们已经就证明衣食已经圆满了，只要不饿不冷，所以就不要对那些功德主那些为功德主开这个汽车的门，或者去扶持这个功德主，就像说去年你对我对寺院有很多的帮助的非常的好，对我们有很大帮助，话里呢就藏着希望你下次还可以帮助我，之后又会讲一些自己的这些困难，然后希望功德者可以再给自己比去年还更丰盛的这个供养。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多人是非，所以这最终也会投身到这个恶趣的，也会成为投身恶趣的这个因。所以说，千万不要去贪执这个，就像在动物面前放着草一样，见到这种就会升起厌恶性的，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思维，就要想着如果没有得到任何功德主，那是修法的一个顺缘。比方说像拍电影的这些明星，他们为了这的出名，他们非常的这个东奔西跑，他们也会像唱歌的这个歌手，他们会付出努力，付出金钱，但是最终能不能获得名声，能不能出名，
那也是不确定的。有时候也要需要一些运气，并不是说你付出努力付出金钱，你就可以出名。如果你如果成名了，就会出现很多的是非，也会就像出现很多各种不必要的绯闻。比方说，我从西藏过来的时候，没有想其他的，没有想过到了印度我要出名，要成为新闻人物，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只是在想，只要能保住这条性命，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根本没有心思去思维这些名声和地位。但我就想，就算我朝着这个印度迈了3步，我也不会有如果只能迈3步，我也不会有任何后悔之心。就算被抓了，我也不会后悔。跟我一起来的人，我也这么去想，我也告诉跟我来的这些一起人。然后我们很有运气，我们来到了印度，然后来到印度，也被很多人采访。像去年资金的这个时间，也进入了很多的新闻之中，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我这个名声真的是不好，不来也罢了。像从藏地有很多的人过来，大家的困难几乎一样，但是为什么我虽然有一些名声，那是因为前世的功德，因为这个名声，所以我才遇到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我认识的那些明星和歌手，他们就在想，他们希望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出去走走，出去转转。但是一般人他们又在想，像明星一样，出名。一个人想当普通人，一个人又想当明星歌手，所以恰恰相反。如果你要想得到名声的话，你需要努力很多年，但是你要毁掉这个名声，你就一刹那就可以毁掉。所以如果你产生了这种出名的想法的话，你就在最初的时候就应该去压制这种心态。就要努力的让别人看着自己，就像是别人看到狗一样的不去理会你一样，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要在自己心中升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就像印证自己心绪的一个上师。比方说，
在这里有一个公案，就是那罗巴的一个公案，因为有一个人他现在在这里面。那罗巴他有12苦行和12大苦行和12小苦行。迪诺巴告诉这个那罗巴要从楼顶上跳下去。那罗巴他是印度的大班智达，是非常博学多才的一位学者。像这样一个大班智达，他丢掉这个班智达的名望，他就去医治像迪罗巴这样看上去像一个乞丐一样的上师。然后那罗巴找到了迪诺巴，在迪诺巴境前求法，但是迪诺巴在3年之中没有传给那罗巴一句教言。有时候国外弟子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待了3、4个月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教授，我就会告诉他们，那罗巴在迪罗巴境界待了3年都没有得到一句教言。在那罗巴的传记之中，他总是就在这3年之中，他总是转绕三圈这个迪诺巴，然后磕3个头，然后每天都是这样，但迪诺巴都没有传给他任何的教言。但有一天迪诺巴就出远门，然后那罗巴也跟在他的后面，他们2个就来到金堂的楼顶上，然后迪诺巴就告诉那罗巴，如果我有一个巨气的弟子的话，他一定会从这个楼顶上跳下去。但那罗巴左看右看，就想就直接就没有做任何的思维，就从楼上跳了下去。他就从金堂楼顶跳了下去。然后那罗巴就从上面跳下去以后，濒临死亡的边际的时候，迪诺巴就问那罗巴是怎么样，那罗巴就说快要死了，然后迪诺巴就说没关系，然后加持他，然后传法。然后像这个转机，然后有一天，我和一个人在瓦拉纳斯唱古寺佛学院的经堂上面，我们2个在这里转绕。然后我们2个就在楼顶上，我就跟下，如果我有一个巨气的弟子，他一定会从这里跳下去，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往后退了2步。他左看右看，他问我是不是在跟我说。然后这个后来就成了一个笑话。那罗巴他没有问迪诺巴，那究竟是在跟谁讲，他就直接没有做任何的思维就跳下去。但是像我身边的这个人，他往后退了2步，他自己也非常的害怕，他就问我是不是在跟我讲呢？所以说一个具德的上师，只要让你跳下去，你也一定要跳下去。如果是一个上师让我去做世间的事情的话，我也不会去做。就算全世界的人求我去承办世间的事的话，我也不会去做。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时间已经到了。像世间的这些事，你就算是再怎么去承办的话，你也不会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就不要去管他世间的事，就让他爱怎样就让他怎样。
就算是桑耶寺被火烧，拉萨被水冲走，也就这样，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在乎。就算桑耶起火，拉萨被水冲走，我也不去在乎世间的事情。今天的开始就到此。